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这个金华城的容积率，是郭文摕做台北市长的时阵，为560%增加到840%。也毋过郭文摕讲伊完全不知情，是来引发到哪里议员的不满，讲因进前质询拢提醒过。当年这都委会成员詹公忠嘛来发文章，讲当时伊就认为金华城的提案无合理嘛无合法，而且已经经过6年的审议。郭文摕无应该一声唔知百声无代，郭文摕是甲反呛，讲不要放马后炮，就是莫安尼火车过才咧分鼻啊。这个地区的这个阿头今朝看资料，台北市前都委会委员詹公聪任职期间，拄好参与金华城改建案的审议，并且普文讲，当时就认为金华城申请案内容无合法，嘛真无合理，所以伫参与第4摆会期3摆投下反对票。嘛讲金华城价值8多亿的经济奖励，经过6年审议，郭文摕无应该讲一句唔知就该准过。不知道抗辩法，企图为自己脱罪。现在连当时的都审委员都看不下去，纷纷跳出来打脸。极具争议的一个案子哦，所以你说身为一个首都的市长，台北市市长，你说你不知道，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，也是大家不能接受的。宽龙派议员马来美因为进前质询早就要改点度，让质疑的所在唔落车。詹公总讲，都法局做主管机关，无应该将无合法的个案送入都委会，嘛无应该替申请单位提出解退办法。解释做是伫咧讲，现今的都委会执行秘书小秀会，不要马后炮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当时每个人，我要替那个邵秀佩讲一句公道话。如果一个公文啊，如果那么多人签字，到最后不可以把责任全部推给某一个人，哪有这样的？提过去下骹手人讲话，毋过毋若詹公聪8月14日北检指挥廉政署以证人身份约谈前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查囝等等5位委员，全部拢是反对放任金华城容积率。这回詹公聪铺千字文，要来给郭文摕的一句唔知影，互金华城案继续起风险。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